纯情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偎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李总裁，我敢会使拜托你，莫搁再打击磐石建设，还有老先生。你讲什么？博山，刘立伟先生即摆已经一无所有，李总裁你哪会一直甲逼咧？肖小姐，我想你可能真是误会啊。其实这个离开磐石，真是甲博山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只是甲你提醒一下，李总裁你还阁真少年，以后的路还阁真长呢。做人千万唔通逼人太甚，凡事替人留一条后路，对家己总是有好处。我即马已经用要放弃你，有可能是阮的妈妈。假使你若真是阮的妈妈，就袂讲话这么残忍。我只是徛伫个真客观的立场，对你提出善意的建议。感谢你，肖小姐。我看你是叫刘丽华袂甲唔知影代志的真相。不管你是毋是阮的妈妈，我拢要甲你讲，我绝对袂因为任何人这么简单就放刘丽华煞。既然是安尼，咱就维持生理上的合作关系就好啊。我就唔免搁再加讲啊。肖小姐，明子啊，阿姨要出门进前哦，佮特别甲我交代，爱我好好交代你。对啦，你敢有啥物所在是特别想要去的？你甲我讲，我来安排一下。陈志谦，你别闹哦！较早你对我真冷淡，看我足袂顺眼的，佮足爱找我麻烦，即马哪变甲遮尔热心？无共款嘛，迄个时阵咱是学生啊，细汉毋捌代志啊。好好好，我先总甲你下一个，好无？歹势，会用袂？我是讲算笑的啦，其实我嘛知影我较早足顾人缘的，不过这几年出国去读书，看的物件较侪啊。对代志的看法有真大的改变。不过你即马看起来，加足成熟的呢。像你这尔啊水，又阁有硕士学位的查某囡仔吼，前途已经不可限量。其实我的前途，阮爸早就替我安排好势啊。为着我，伊甲院长的职务辞掉，开这间公司。我这一个回国，伊就安排我入来公司做接班的准备。不过我感觉真好啊，做世代相传的事业嘛，足有意义的呢。你看。老一辈的人哦，辛辛苦苦拍落来江山，留予你，搁再由你来发扬光大，这款精神哦，也毋是一般人做会到的哦。本来我对阮爸阁有一点仔排斥的想法，也不过听你安尼讲，颠倒会用心中考虑哦。其实本来就是安尼嘛，即摆有真侪人哦，为着要证明家己的实力嘛，拢想要创业啊。也毋过你换一个角度想看卖，假使讲来当将老一辈所留落来的事业哦，做甲有声有色，毋是共款会当证明家己的实力。哇，你的想法跟阮爸想法足歪的呢。假使恁的人熟悉哦，一定会用做忘年之交。
干嘛呢？希望有这个机会哦。听妈讲，叶明子因公司最近赚不少钱，卡说讲叶明子因老爸来当投资磐石建设，安尼我就如虎添翼啊。伊是你的朋友，啊，伊是我的朋友，叫周嘉文。哪有可能？这根本太不可思议啊！志坚，伊星座跟柯倩一模一样呢。那人敢若是共一个模印出来的？你是讲我这姓刘克谦的啊？原来你也捌伊啊？是啊，你好，我叫陈志坚，伊叫叶明之，我拢是课间的高中同学。无怪恁会这条件。对啦，明子，你什么时阵回国的？啊，搁有，恁两个人斗阵坐过哦？是啊，新来，足久无看的吼。对啦，我才拄啊回国无偌久，我是去看碧芬阿姨的时阵，拄啊好拄着志坚。是啊，阿姨去办一寡代志啦，阿姨出去之前，佫特别甲我交代，爱我好我交代名字。好，安尼，恁慢慢啊说，阮若阁有代志，阮先走。来，哎呀，真对足成的吼。况且名字对柯谦还佫是记忆深刻，对这个周嘉文，我一定还佫提防。上好，见到名字靠向我这边再赛。之前甲名字送阿姨去坐车，一日去就是几下晡，到即马已经伫要下班了，哪会还袂转来？苏玲，你总算转来，你这什么口气啊？你敢无感觉你真离谱？你甲我讲你要去送阿姨，我看根本毋是啊！你是想要趁机会甲名字出去对无？你是讲煞啊袂啊？我要甲日本的维纳斯集团合作，你有意见？我背名字，迄是因为伊是咱的老同学，安尼你也要食醋？你安尼哦，我毋知要还佫甲你斗阵啊啦。较早你有偌讨厌名字，我毋是毋知影。你即马对伊的态度有180度的转变呢，你佫敢不承认？我有啥物通好不承认的啦？以前大家拢是学生，少年毋捌代志，要毋过即马咱大家拢是大人安尼，敢讲袂使用较成熟的态度来面对彼此上？苏玲，我敢会使拜托你，莫阁安尼胡思乱想啊！你安尼我实在够忝的呢。那呢我呢？我就袂忝是无？对，是我家己讲，我去爱着亲像你这款的人。我明明知影我伫你的心目中一点仔位置都无，也毋过我还是亲像戆人共款爱你。是安怎？因为我除了爱你以外，我毋知我会当阁做啥物啊！朱玲，志杰，我感觉我足忝。较早我想过，只要我打拼，只要我打拼对你好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嘛会用同款的心来对待我。也毋过我发现我的想法毋对，毋管我搁较安怎打拼对待你，你还是离我足远足远的，毋甲我感受袂到，你知影无？迄是你搞猜疑，我拢讲过啊。你讲啥物？你永远拢讲袂出来。苏玲，我嘛真是爱你。敢真正有这尔重要？你真是愿意相信按嘴讲出来的爱哦？为嘴里讲出来爱，你是讲无心的迄款爱？也毋过，迄嘛是我目前为你身躯顶唯一得到。志杰，我想，咱两人也是暂时分开好啊。苏玲，
你敢知影你即摆咧讲啥？我真清楚，我即摆到底咧讲啥物。咱分手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真清楚，我即摆到底咧讲啥物。咱分手。苏丽，莫搁闹啦，吼！姐姐，我较早对你所做的一切的付出，你拢无需要感觉亏欠，因为迄拢是我家己心甘情愿。我真是足爱你，为着你爱我死我嘛愿意。就算是即马，我嘛同款安尼想，也毋过我对你做过较多，嘛是一点仔意义拢无，对无？因为自头到尾，你根本就毋捌爱我。你啥人要安尼讲咧，苏丽？我姐姐，你较诚实一点嘛，面对你家己好无？我真是足忝的，我无我所想的遐尔坚强。你是毋是要用分手来逼我结婚？苏丽，你真正莫安尼，我拢已经答应你你啊。还阁袂了解是无？这甲婚礼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真是认真要甲你讲分手。假使你无爱我，咱若安尼阁继续，这会增加互相的压力。所以即阵嘛，我受足多，我嘛受痛啊。假使我若真是爱你，我就要互你自由，互你去做想要做的代志。你想要甲名字到底嘛好，要甲心安到底嘛好，拢会用的。只要你会当欢喜，我拢愿意祝福你。苏丽，等我一下。喂，啊，张董你好，是，哦，中立迄土地开发案哦，有啊，客户案我拢准备好啊，是，张董你。哦欢迎刷呗，到阵食暗顿。哦，我要加班，你家己去就好。袂要紧啊，我咧斗3工，无闲煞，咱再斗阵来食。唔免啦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想要家己完成。啥物开始，咱两个人爱分你甲我？开店若无代志，麻烦你离开好无？我无爱我伫咧工作的时阵，别人在跟边仔影响。俊华，俊华，你看我，你甲我讲，拄则你讲遐个话，拢毋是你的真心话，你是挑故意要讲来，互我生气，互我艰苦的，对无？嗯。唔对，就准讲你要我讲100遍、1000遍，我共款会安尼讲。你敢袂记我甲你讲过啊？为即么开始，咱只是同事的关系，所以请你莫影响我的工作，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咧对待我？自从你转来公司上班，你都拢无要插我。你敢知影？互上亲甲上信任的人杀出去外口，迄种感觉有偌艰苦？我妈妈失去记忆，伊袂认得我甲博山啊。结果，伊阁替阿姐嫁死博山。一个人，当时要面对家己的妈妈。还阁有讲甲嫁出来查甫朋友，这款的对待，你叫我是要安怎面对？你要爱我安怎行落去？我相信你一定有法度坚强啊！过去你承受的风风雨雨甲苦痛，你拢行过来啊！阁有啥物问题当甲你拍倒？我袂阁再坚强啊！
是不是因为我坚强，你就会当安尼对待我？假使讲咱两个人的角色来对换，你敢希望我用同款的方式来对待你？你想结婚啊啦？看到我你这手摸的对无？因为我唔是你伫等的人。嘉文，我即马无心情甲你讲这。袂出现的人，不管你回头看几摆，伊同款也是袂出现。我哪会拢听无？你到底在讲啥？新兰，你若要踮遐做无必要的等待，你是安无爱较规气向前行呢？因为头前有我周嘉文伫店开双手欢迎你啊！嘉文，算我甲你拜托好无？你敢会用卖伫这个时阵甲我讲这个代志？新兰，你毋是一个唔敢面对现实的人，你是安怎无爱我讲？俊华伊对你已经无心啊？你哪着一直伫等待伊？好，安尼我就坦白甲你讲，伫个我的心肝内，敢若俊华一个人，这是永远拢袂变的事实。不管伊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因为破病的关系对无？你安尼是同情啊！对一个查甫人来讲，上届无法度接受的，就是查某人的同情。毋是，是因为我真是足爱伊，阮两个的感情袂安尼就断去。伊若愈是安尼想，我敢若会愈毋甘念。我输啊！虽然输甲足毋甘愿，也毋过我知影，我也是输啊。助理，赵小姐，郑小姐人呢？哦，这小姐哦，这小姐讲人无爽快，提早下班了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多谢你啊。啊，免客气。竟然无等我，家己就下班啊！敢讲真正要甲我分手？也毋过为什么呢？哼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我将伊的生日放袂记，所以超工咧甲我晒性地。哼，啊，佮讲要甲我分手，啊，我惊一个，原来是咧搬戏，够害！做代志就是安尼弯弯翘翘。唉，袂用的。公司目前的基础还无够稳定，假使苏林若伫这个时阵闹出啥物代志来，互何文祥迄个老高起疑心，将资金拢抽走，安尼就去。我会好好甲安抚一下。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多谢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啊，唔通伤暗困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等一下，来，你要创啥？嘿，你是要创啥？来呀，来，来，生日快乐！你过会去？燕头，我当然嘛是会记的。我是超工要互你一个惊喜，所以一直忍条拢无甲你讲。谁会知影你向勇发脾气，佮讲要甲我分手？你敢知影？你甲我讲要分手的时阵，我连我伤心。好啊，莫讲啊，来，许个愿，不打紧。生日快乐！我你对我许什么愿？好好讲啊！之前，其实你应该唔要安尼做。苏玲，你若阁向勇讲这款话啦，
我讲过啊，较早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我家己心甘情愿，我永远袂后悔。就算后摆咱毋是男女朋友啊，嘛袂去影响到咱两个人的交情，我嘛袂去出卖你，咱也是用来做朋友啊。苏玲，你真正误会我啦。假使我若无介意，咱要哪会行到今日这个局面呢？哎，你要相信我，咱两个斗阵毋若一两年尔，我的个性你上了解啊。无毋对啦，我承认，我的事业心是有较强啦。要毋过有时阵你爱徛伫我的立场来想看卖啊。我是一个孤儿，无背景，我若想要成功，就要比别人更加打拼。所以，你要谅解我，甲我斗相共，好无？我知影，我知影你一直上认真啊，这嘛是安怎我会介意你的原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赶快一直支持你，给你帮助。多谢。也毋过关于分手的代志，我袂去改变啊。你袂当好呢？你确实根本无爱我，而且我甲你无共款，事业甲地位对我来讲，毋是遐尔啊重要。我想要伫的是，一份，只是一份有回忆的爱情。我敢若希望，这个查甫伫我身躯边，会用照顾我，会用疼我。也毋过，这个你拢无法度予我，对无？所以，我志杰，我无想要甲你放掉的，我已经想透啊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欢喜，我希望你会用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嘛希望咱会用斗阵得到自由。所以，我爱你，我真正爱。你别当讲分手就分手啊！你安尼伤自私啊！我不管，我唔同意，我就是不爱跟你分手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敢真是爱我？苏玲，你莫怀疑，我真正爱你。我爱你爱到，就算讲叫我去死，我嘛愿意。好，那安尼咱斗阵是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这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爱你爱到，就算讲叫我去死，我嘛愿意。好，那安尼咱斗阵是。苏玲。既然咱爱到遐尔啊辛苦，过去咱斗阵试试，该拖人是搁较好。苏玲，有啥物痛苦，咱会使斗阵克服啊。你唔敢？我毋是唔敢，无迄个必要嘛。毋是无迄个必要，是你无迄个决心。志杰，无你互人去强迫你介意我，去爱我，你想要安怎做拢会用的。咱就到这为止好无？莫搁浪费咱的时间啊！苏玲，你真正是好，你要安尼？好啊，我陪你去死啊！好，斗阵是。我还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
我、甲你，还有新兰甲柯倩，咱常常算到底。迄个时阵我上矮，逐摆拢是走上尾，也毋过你拢会等我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虽然你是对我上无客气的迄个，也毋过我相信你永远拢袂离开我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开始介意你啊。我还阁会记得你的脚趾边，足温暖的。我永远都无法度放袂记，对你的脚趾片的管道看出去的世界。迄个时阵，我一直感觉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会伫我身躯边要帮我一个。淑丽，淑丽，好啊，莫安尼啦，淑丽。你永远拢袂知影，我什么时阵就开始介意你。我爱你有偌久啊，你根本唔知影。我阁会记迄阵伫学校。就做佚佗囡仔拢咧欺负我，你拢会甲我骂，讲我足戆的，袂晓保护家己。也毋过你嘛罔骂，逐摆也是共款的走来保护我，甲因拍到外国去带。有一摆，我甲因拍倒转去，你去互我带一个，讲问我先后要安尼做。我一直拢无甲你讲，你知影是安怎无？因为我会记有一遍，你虽然拍赢迄寡欺负你的佚佗囡仔，也毋过了后，我所看到你一个人，你伫面所偷偷安尼哭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甲家己讲，我会变甲较坚强的，我会晓照顾你，因为我就介意你，我就爱看到你咧笑的模样，我唔愿意看到你咧哭，真正，我就痛苦。你到即晚搁伫咧骗我，一直咧欺骗我，你根本一粒药也无食，你根本都无想要陪我，你只是咧应付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遐尼多，你还是无爱我？为什么我到底做唔到什么？淑玲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你是安一定爱安尼逼我啦？是安怎啦？我无想要安尼，我真正无想要安尼。我好无简单才有今日的成就，好无简单才有今日的地位。你会使卖阮闹无？卖阮闹好无？我真正无想要安尼。你卖个逼我！你是安怎一定爱逼我呢？是安怎？喂，哎呦！好啊，叫咩好啊？我要甲阿姨讲话。袂用的，我袂使将电话给你。是安怎？我辛辛苦苦建立一切，不当毁掉你的手头。你在讲什么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救我！师姐，师姐你救我！助理，你卖阮闹好无啦？我若将电话给你，一定会帮我煞的啦。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卖阮闹啊！卖阮闹好无啦？你
你莫阮闹啊！我无爱安尼，我无想要安尼，我是心讲我见你的一切。水梨，水梨，水梨，水梨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只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水梨，水梨，水梨，水梨。你啥物要来甲我逼我？为什么？你一定要甲我逼死你再怀疑是无？喂，依旧，因派人过来，阮女朋友伊自杀啦，紧嘞！喂，怡君啊，你讲啥？林俊，我想拄仔走去萧小姐的饭店，你即摆经看过，我真歹意讲，我惊伊出代志。好，你别烦恼，我即摆睡过啊。足水的。你个看卖咧，这每一拍电火拢代表一个甜蜜的家庭。亲爱啊，我最希望咱两个人嘛会当来组织一个甜蜜的家庭，点着一拍上界温暖的电火。是你啊！讲了真好，每一拍电火之下，拢有一个甜蜜的家庭。刘立伟，你讲了足好听的。你是安怎话讲？你亲手拆散一个家庭，害到我无亲人，从此无家庭。你是咧胡白乱讲啥话啦？立伟，咱来走。安怎？你惊是无？你惊你做遐上天害你的代志叫我讲破？你敢无感觉？你应该互萧小姐好好知影你的真面目。罗山啊，我承认啊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我确实是有疏忽，无甲你照顾好势。但是你敢有必要安尼来侮辱我？咁安尼？那呢，我问你，阮爸爸甲你是好朋友，恁做伙合股来做生意，是安怎最后走路的人是伊？啊，那你做开公司，搁赚大钱？我问你，你到底安怎陷害阮爸爸？还有，你骗我讲要甲我送去一对日本的翁仔某收养，结果却甲我卖互迄个老麻，我自生自灭。你敢敢就做？这无天良的代志，拢毋是你做的。这一切拢是误会，我解释互你听啦。免解释啊！我想了解你，我伫咧日本食苦遮多年，总算想到一个答案。你互阮妈妈嫁互阮爸爸，所以你就一步一步进行，想要用报复的计划。
来毁灭我的家庭，拆穿我的亲人。你莫带这咧甘会无天哦！你愈讲愈超过啊！我李波山，今仔日若讲唔对话，愿意去雷公卡死。我敢就抓，你敢不敢？李波山，你唔通袂记，你甲恁姐姐细汉的时阵无爸无母，是我留你为好心甲你收留呢。你即马是唔拿连一声多谢都无，你颠倒忘阮陪伊，来甲我侮辱啊！哼，看起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波山，你莫乱来哦！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哦，甲清醒起来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家己这种笨手，无啥物好讲。李总裁，冇了，你他妈成功了，你啊你这个了，你竟然为何伊？冇了，李总裁，伊是一个确实有钱共冲啊，共伤害老毛啦，该讲道理无路用啦。老毛，你真大尾哦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让我处理啦！天君，天君，天君，天君！波山，你嘛无代志吼？还阁有你，这尔啊忝啊，你先回去休困好无？等下大家搁去公司呢。嘛有这伫照顾，天君也袂脱离危险，我袂放心。是啦，波山嘞，波山无代志哦，波山已真好啊。妈，你会认得我？我要看波山，我要看波山。哦，你先莫着急，我即马打电话给伊。哦，先来。什么代志？我惊波山伊不爱认我。免那个啦，妈。波山的命运比我搁较坎坷，也比我搁较需要你。这样。我想去找刘丽伟决斗，结果我直直咧为刘丽伟，我讲嘛无啥，无啥一定袂原谅我的。袂啦，妈你莫想遐济啦。假使博山若知影你恢复记忆，一定比上搁较欢喜。相信我。是的啊。妈。博山。原谅我对你的不敬。博山，我的乖囝。你紧起来，让妈好我看你者。真是的，妈妈无好好照顾恁两个，我恁两个吃地啊，受这样多拖磨甲委屈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叫你原谅妈妈。妈，你莫安尼讲，袂应该怪你，袂应该怪你。是啊，妈，你看我这。敢是过了足好？你知影无？我强袂去日本的时阵，逐工拢足孤单。伫我的心内，我逐工拢一直咧叫妈妈。伫暗时困袂去，
我就拿棉被，就把棉被当作是你。慢慢啊，我就困去。伫我去用变，逼我去偷地人物件去用拍的时阵，我心内咧想，我就爱你，我就爱留条性命，等来台湾见你。博山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好啊好啊，大家莫安尼死啦，咱即马规家遐团圆，应该要欢欢喜喜。对今日开始，咱袂用搁再分开啊。妈，黄叔小姐，歹势吼，请问一下，茶水间在倒位？啊，你得直直行，这手边迄间就是。啊，好，多谢你。起来，立伟，立伟，你去甲我讲，明显跌倒，不管伊是生还是死，请你老实甲我讲。明显，你无可能熟悉明显啊。敢讲你真是如意，你会学去调，如意。所有代志我拢已经知影。立伟，你放我煞啦。人甲人中间是需要缘分的，你甲我无缘，这是拢做好好的。你还是回去碧芬迄边，伊遐尔爱你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你两个到底会真幸福。如意，你听我讲啊。你啥物话拢莫讲啊！你带着咱大家以前拢是同学的份，我叫你甲我讲明显伫倒位，我叫你甲我讲，是哪个跋山伊随时拢会入来，你紧讲啊！啊，伊转来，你是毋是一个？妈，妈，先来，妈巴肚枵，你会使甲我泡一杯牛奶无？会影无问题。跋山啊，妈有话要甲你讲。哦，来，咱来这边。哦。我想要甲你讲。对不起，是我唔对。一声对不起，我一个好早死啊，互你甲下人安尼，可能一声对不起你准煞去。你敢是咧创啥？这是病较细声的啦。你是要来叫我细声啦？等时间啦，若不是你一日甲伊直拖山，莫甲我私人带入门哦。伊今仔也是要想袂开，去自杀啦！我不管啦，你甲私人爱我，你甲私人爱我啦！啊，你敢是咧创啥物啦？你这讲啥有啥物意义啦？无，医长，我话紧，我知影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的唔对。也毋过，医长，我真正是想要等公司也稳定了后，风风光光，将苏玲带入来，互伊代代方方叫我。天公伯，你现在莫规矩，互我死死的准煞，互我试验了后，我接受苏玲已经死去的事实。你甲看卖咧，看阮私人哦，看我爱你就好啦。连死哦，要甲你死到底啦！你真个无良心的，你真个无良心的人啊你啊！好啦，咱私人那只讲啦，伊哪要去行地路啦？伊即摆咧做伊去，我是要对伊老母交代啊！等再讲。小玲啊，我一个可怜的查某孙啊！喂，罗氏你好，是，小美，你跟我说了你，名字，你不要紧哈。哎，小等，你唔通慢点动。你看你啦，讲话都无气力啦。医生有讲啥物无？医生讲无要紧，休困2天就会使出院啊。来，这啊，这。
歹势，讲麻烦你来看我。你哪会安尼讲啦？这是朋友应该做的啊。就无猜，苏林伊，我实在是想无呢。苏林伊是遮尔啊开朗的人，是安怎伊会想袂开？哪会行向自杀这条路？而且，搁甲你拖落去。好啊，我甲伊无关系。歹势，我是因为，其实我想着苏玲心肝嘛真艰苦，毕竟咱是为细汉到大汉的朋友啊，是安怎发生这款代志？唉，我知影你会安怎看我嘛知影大家会安怎看。第一步人眼中，一定拢是感觉我欺骗伊的感情，我辜负伊，所以伊才这么伤心，要求我甲伊斗阵去死。也毋过到最后，我还是辜负伊，苟且偷生。明子，事实上毋是安尼，真正毋是安尼。志坚，你唔通安尼，我相信你。你真正愿意相信我？好啦，你唔通遐尔激动，先倒落来，好好养病。其实，这件代志你嘛是受害者。我知影，你面对足侪压力。其实，你嘛足忝的。明子，多谢你谅解我，体谅我。好啊啦，这是做朋友应该做的啊。来，我写苹果给你吃。明子，多谢你啊。你哦，破病就唔通讲遐尼多话，你甲我客气啥物？明子啊，其实自细汉我就感觉你最善解人意的，只是一直无机会。对了，你敢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更加了解你？讨厌啦！你破病搁遐尼贫嘴。我哪有贫嘴？我讲的是真实的啊。好啦，来吃苹果。你写的苹果足甜的呢。你若个有袂讲话哦，等下就加加死。真实的啊，你写的苹果足甜的呢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若个有袂讲话哦，等下就加加死。真实的啊，你写的苹果足甜的呢。新兰，你来来。安怎？我敢袂用来？还是你惊我会破坏恁两个好事？无啦，新兰，你误会啊！明知伊只是来看我的，阮自敢毋是像你想的安尼啊。我误会，陈志坚，苏玲才拄我走尔，你就做出这种代志，你敢袂感觉良心不安？新兰，你讲话较客气会用袂？我甲伊也无安怎，我只是来遮看一个老朋友尔。明知，这跟你无关系，而且你根本就无了解状况，你莫插嘴。新兰，我知影你因为苏林死足艰苦的，这点我会当理解。也毋过我的心内嘛真艰苦啊，苏林嘛是我真好的朋友啊。朋友，原来你伫将苏玲当作你的朋友，枉费苏玲安尼一心一意的爱你。原来你的心肝内根本就无苏玲。新兰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明明就是苏玲爱伊袂着，唔甘愿，想要甲伊同归于尽，要甲伊拖落去斗阵死啦！陈志坚，你是安尼甲明子讲的？我实在想袂到你竟然这么卑鄙！苏玲实在死了足无价值，伊死了足冤枉的。新兰，新兰，你听我解说，新兰，新兰。
阿姐，你看我无要紧，等我趁到钱，我会加倍还你。是嘞吼。公司的印鉴，咱伫你的身躯顶。你会讲啥？趁也袂互人发现真情，赶紧把物件摕转去。我已经当作啥物拢无看到，啥物拢无发生。张君华，你的腹肠阁真大啊！哦，无，即马吼应该叫你罗君华。我会记哦，你以前毋是嫉恶如仇的人，为什么即个你愿意姑息养奸？我知影你的心肝内有真侪不满，也毋过你无应该摕家己的前途来滚耍笑。你偷摕公司负责人的印鉴，这就是犯法，赶紧放落去啊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有什么理由唔听我的？要讲起来，咱敢若亲兄弟的，你唔通执迷不悟啊！哼，亲兄弟哦，你今麦跟我称兄道弟，我还不屑。我要让阿姐知影，我会离开，我爱伊对我刮目相看。安尼你又更加不应该以身试法啊！我是一个国我都无偌久的人安尼，我无啥物通我甲你抢的啊！将来当市长，伊会当挖苦的人，嘛敢若剩你尔。重新啊，你听我这边好无？你莫甲我讲这我人生的大道理啦，这句话吼，我已经听甲厌啊啦。你毋是我，你无法度了解这10几年来，我想尽办法想要讨好你老爸心情。我相信当市长对你的愿望嘛真大。嘿，就算讲哦饲一只狗，嘛爱得到主人的尊重啊，这是恁逼我的。我即马哦只好用我的方法来证明我的存在啦。证明家己的方法真多，你千万唔通误人误己。你莫误会啦！哎！你家要创啥？你哪在锁门？我知影你真是如约了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我当然马上来看你啊！外口人遐尼济，行过来行过去，我惊会吵着你，所以我把门锁起来啦。也毋过，安尼无啥方便啦。我是惊别人讲闲话。如约啊，你莫唔通遮尔生分，你和我坐下，咱两个好好讲两句话好无？你有啥物话做你讲？讲煞了后，就请你离开。我想要休困啊。如月，你是安怎啦？雄雄对我遮尔冷淡，敢讲你真是相信李博山所讲的话晓啦？刘立伟，你家己做过什么代志？你的心肝来上解清楚。你要创啥？我拜托你即摆紧走。假使你若不爱走，我想要喊救人。你走。许如月，我听候你遮尔久呢，你敢会忍心对我话走就走啦？好，我甲你讲，刘立伟，这10几年来你的所作所为，新兰甲博山已经全部甲我讲啊。我甲你中间已经无啥物话头好讲啊。我甲你讲啊，其实你若是无回互记忆，我同款爱你呢。啊，你即马回互记忆啊，嘛无要紧啊。你应该真清楚，我刘立伟是啥物个性。若是我刘立伟想要得到的，无人会当甲我阻挡啦。妈，我是博山，开门啦。博山，你先应付一下，我甲你警告哦，你放较巧的，唔通好在我伫内底。也若无，你规家伙仔我拢会太担心。我讲会到，我做会到。妈，开门啊！什么代志？哦，刘立伟伊逃走啊！我惊伊来找你的麻烦啊！你先开门，互我入去好不好？你若是开门，
我就甲博山非法持有枪支，甲黑社会的背景，全部对警方讲出来，伊就无通哪里好食困。你这个宝贝后生，规世人都会身败名裂。你若唔相信，这就发个大声的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哪无爱开门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代志，李博山，请你紧走。我家己想真清楚，我甲我做小天爱，我嘛不爱做什么许如月。妈，你讲什么啊？我感觉讲得无清楚是，我要做你妈妈，我嘛不爱为你这个走路无爱囝，你紧走！啊，若无我要报警察抓你！妈，你开门啊！妈，你走了。好，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咧讲这种话，枉费我等你10几年。你当然不是阮妈妈，因为你无够格。阮妈妈是袂讲出这种话。卡出刘立伟，拿来找你麻烦，是你该做你来，莫怪我。看起来这出戏，咱两个配合了袂歹啦。如月啊，你知影无？你受气、伤心的时阵，看起来永远是这么迷人呢。董事长，你咧找啥？我咧找咱公司的大细粒的印鉴啦，我都会记放伫拖内面，哪会用咧找拢无啊呢？董事长，你搁详细想看卖啊？敢会摕去倒亚印，袂记放落来？啊，敢问我顶摆摕去会计师遐无收倒来？安尼无要紧啊，等下我再来会计师遐甲问看卖啊咧。啊对，你迄个同学苏玲啊，伊的后事办了安怎？董事长，苏玲的后事，即马伊医场咧处理。啊对啦，伊若是有啥物需要，咱甲伊斗相共的吼，做你开喙无要紧，哈。我会啦，董事长，我代表苏玲厝内的人甲你道谢。董事长，歹势吼，我想要甲你请假，因为我想要去明记找博山，我想要找博山参详。阮妈恢复记忆了后，阮两家弟仔要安怎甲伊相处？啊？恁老母记忆恢复啊？嗯。真正啊？嗯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哦！恭喜恁安尼全家团圆哦！啊，那你紧转去，紧转去。啊，无迄博山哦，伊会足着急的，啊，伊即摆要足欢喜的咧。伫即个世间哦，上安慰、上欢喜的代志，都是亲人会当团圆啦。董事长，啊无我看安尼啦，咱嘛找一个时间约俊华出来，好好甲伊讲一下，无得较会。唔免啦，我甲俊华，阮两个爸仔囝中间的这个计谋的问题吼，若要解决是无遐简单啦。所以我若想开啊啦，无定吼，莫甲勉强，会较好嘛，无定着啦。话毋是安尼讲的啦，董事长。你紧转去啦，唔免替我的代志咧烦恼，吼。俊啊，你是无闲啊？哦，我当要甲这几张设计图较有的所在小修一下，找我干么代志？哦，无啦无啦，无代志。哎呀，我都吼，拄啊要来去会计师遐啦，我想吼，我过来遮甲你看看安尼。哦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。较注意的哦。
好受忝啊。我知影，董事长，重新迄边，你敢要甲小关心一下？你莫搁提起伊啊！你若搁提起伊吼，我就让你规百火。我是咧想啦，虽然讲伊定定出一寡问题，也毋过伊本质嘛袂歹啊。而且做一寡代志，基本上嘛是为着公司咧设想。董事长若是有闲的时阵，加甲伊开讲一下啊，毕竟，伊才是最后留伫你身躯边的人。君华，你才是我唯一的亲骨肉啊！敢讲你唔愿承认这个事实性，长生我会用原谅你。敢讲你就袂用原谅我这个无责任的老百姓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君华，你才是我唯一的亲骨肉啊！敢讲你唔愿承认这个事实性，长生我会用原谅你。敢讲你就袂用原谅我这个无责任的老百姓？假使你若无别项代志，我想要继续我的工作。君华，君华。虽然不要紧来相认，注定造成你个失去后生的遗憾。但要安尼，规矩永远莫相认好。阿爸，请你原谅我。喂，博山，我即摆要去恁公司找你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姐，小等者，先莫入去阮公司。为什么？即摆警察拢会伫咧注意我。你有看到大门口有两个人徛伫遐无？有啊。迄两个人踅来踅去，即个看就知是警察。安尼即摆要安怎？姐，免紧张，我伫咧对面巷仔底，我伫遮会使看到你。你即马就当作无代志，行过来我遮，我去接你。博山，你到底是搁做啥物代志？是安那警察来找你？莫阁讲啊！有一寡代志，我无想要连你也牵拖落去。你是毋是搁去找刘叔叔报仇？莫阁安尼死啊，好无啦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不管安怎讲，你爱替你身躯边的人小想一下。你想看觅啊？你甲怡娟拢还遐尔少年，你两个的未来，你爱好好想看觅啊！姐，这我拢知啊。恩怨情仇，早晚都要解决。煞出去，莫阁讲啊！你毋是有话要甲我讲？是啊，我是要来找你参详，从妈才转来大的代志。哦，你确定伊敢愿意？无的确，伫伊的心内根本就无想要认咱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妈进前是因为失去记忆，所以才会将咱拢袂记的，才会对咱两个这尔生分。也毋过，想袂到妈惊到了后，将以前的代志拢记起来啊！我相信妈即马吼，一定足想要甲咱相认的。是安怎啦，博山？你奈无欢喜啊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头拄有去找过伊，伊甲我讲，伊甘愿做萧天爱，嘛无爱做许如月。这，嘛变啊！伊根本就无稀罕甲咱相认啊！无可能，伊将咱细汉发生的代志，拢记甲遐尔清楚，而且
伊阁留遐尔济的目屎，伊无理由来骗人啊，对无？博山，谁知伊心内伫咧想啥？无得靠，伊早就去刘立伟骂甲唔知影人啊！反背爸的感情，当然啊，都更加无想要忍耐。中华少爷，哦，就得做，你在等新人啊？我头拄打电话去你，公司的人讲伊去找因小弟啊。哦，拜拜。小等者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讲啊。我听老夫人讲，香港迄边研究出新的脑部手术，无得确会当医好你的病哦。伊希望你去香港一转。唔免啦，去香港开刀，唔知要开偌济钱的，而且嘛无一定成功啊。这个问题你免烦恼，有老夫人伫的，伊一定甲你斗相共的。我这个人天生吼，我爱甲别人接做。你是安怎要遮尔固执？那连亲人的好意你拢要拒绝？中华少爷，赌强并无代表勇敢哦。嗨，你哪伫遮？新兰，你来得拄啊好，你甲中华少爷口劝者，老夫人希望伊转去香港手术啦。好啊，俊华，安尼先足好的啊！我听秋婆讲，香港的技术真是比台湾加足好的，你要去遐试看卖啊无？对啦，去试看卖，我会使替你安排机会。多谢恁两位的关心，我的代志我家己会想。俊华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困难？你会用甲我讲啊？我一点仔困难都无啊，实在无需要恁两位家母的关心。你是安那特别拢不爱接受人的好意咧？你敢知影我足烦恼你的病？你若真正想要甲我斗相共，则我会方法去做，无耽误两位的时间。俊华。志坚，你是安怎？无啥，只是有点闷，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安怎？爱我替你提水无？好啊，多谢。奇怪，厝内哪拢无半人伫的？是啊，阿姨都有代志出去办，啊，带刘叔嘛唔知走去倒去，所以厝内就敢剩我一个人咧住尔。志坚，你敢袂感觉，这么大间厝你家己一个人住，足奇怪呢？我嘛袂晓讲，我感觉足恐怖的，家母皮拢藏起来啊！光头爸，你莫后白乱想啦，怪你乱神。无安尼好啊啦，咱开电视来看，有一点啥物嘛较好，好无？好啊，我来去停水。哦。今日爆发的正良投资公司违法吸收资金案件，目前已经知影国内有真侪间有名的企业受害，其中也阁包括真有名的企业罗氏建设。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，罗氏建设的员工罗中生私底下偷用公司的名义参与正良投资公司，已经造成该公司营运上危机。所来就是阮的现场报道。哼，我就讲嘛，我就讲你罗氏建设哦，一定倒落去的。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仔亏欠。